最後係接聽聽眾嘅電話㗎，有李小姐，早晨。係想講講啊，就係近期咧有啲人咧就打上嚟就話我哋啊，或者我講翻或者我啦，諸如此類咧就話我哋即係抹黑啲官員咁樣。我想講一講又話，我想講句，我打呢個節目咧係1995年，喺葉國華時代咧，即係嗰時比較開放嘅時代已經係打緊㗎啦。所以其實我有10幾年嘅，所以我個為人咧。如果有長期聽我10幾年嘅都知我哋嘅作風嘅，但我想講我唔知係咪咧中國人5000年嘅文化咧，其實當然5000年嘅文化有好有唔好，有啲係有長期嘅封建思想或者我覺得唔好聽係奴性，有啲話我寬恕一個貪官，你要記住，你寬恕一個貪官其實可以害死千萬個好人嘅，唔係話你我容忍佢，所以我哋而家現代呢個社會咧，唔可以容忍半個貪官嘅錯誤嘅。如果係咁樣就正中下懷啦。點解司長特首佢話唔問責嘅咧？佢就因為佢特首司長級，佢係唔使問責噶嘛。所以佢做咗好多決策嘅錯誤，甚至乎輕軌嘅路線錯誤，佢都唔使孭鑊嘅。嗰時有咩災難都係市民承受嘅咋。另外想講如果依照阿劉墉嗰種方法咧，佢嘅話草潭山嗰度嚇，佢話1000幾份可以視為1份嘅話。咁即係話佢話有500份係贊成佢嗰個決策嘅話，咁即係話佢500份贊成建高樓嘅咧，都可以當為1份嘅，係咪啊？咁即係原來你500份當1份，咁你即係一份贊成建高樓啫。啊，所以點解嗱？你發覺點解啲官員點解佢唔肯改嗰啲殘舊嘅法例咧？消防法例幾十年前，土地法有幾十年前，佢專登留呢啲咁嘅殘舊法例唔肯改咧，就等啲官員同啲商人係混水摸魚嘅。我合法消防條例我合法6米得㗎啦，呢個係有前瞻性嘅。佢琴日開會話有前瞻性，係咪？完全係冇前瞻性嘅。佢強詞奪理，但係我哋唔係話佢講大話，真係講大話嘅。佢琴日將嗰隻鑊咧就推咗落個消防已經退咗休嘅消防嗰個局嗰度啊。因為我哋舊年咧，佢擘大家經常講大話嘅，又話同我哋居民早已有協議，幾次同佢協議過啊。大話連篇嘅呢個政府，呢個根本係冇公信力嘅。另外仲有就係話咧，嗰個我哋琴日開嗰個會咧嚇，我哋咁耐啊嚇，我好希望即係只係得阿高端次同埋學社嗰3位議員出嚟即係為我哋發個聲。我好希望而家坐喺立法會裏邊啲議員親近官方派嘅議員，佢哋唔好坐喺度坐視不理。而家居民受緊苦難。打住民生派嘅議員，你哋選嗰時講到好聽，亦都坐視不理。而家啲選票啦，你攞咗啦，咁嚟緊下一屆人哋，我請啲市民擦亮眼睛，你哋係點樣對我哋嘅？有冇為我哋苦難嘅居民、有困難嘅居民開個半句聲？另外咧，我想講講咧，嗱，我哋因為為咗我想俾多，琴日已經有居民話要操上去嗰個特首辦噶啦。咁而家我哋咧就諗住俾多次機會啲官員，下個禮拜日會再搞多次嘅，希望佢哋今次唔好再做縮頭烏龜。因為你冇可能我哋邀請咁多個部門，個個都話朝早已經有個官方機構搞嘅，我哋下晝唔使嚟啦。大佬，我帶你，我叫佢嚟係實地睇喎，走出辦公室喎，點解你唔敢面對群眾咧？另外，琴日咧我就係。根據吳國昌議員，因為我哋錄影咗10幾分鐘嘅，我會將個10幾分鐘嘅原裝版咧擺上網上邊YouTube 上邊嘅。我希望市民如果有能力嘅上去睇一睇。根據吳國昌議員所講咧，係6月23號立法會嘅閉門會議，同嗰個官員運輸辦官員講嘅閉門會議咧，就佢提出就話，因為觀音像外邊已經將來唔會成為海濱嘅，其實佢嘅冠意一都。將來嗰邊都會變成係居民嘅密集區，又會起好多豪宅噶嘛。其實你喺出邊行嘅話咧，唔會話係影響海濱景觀嘅。咁佢建議行出邊，當陣時咧官員咧答佢咧，就同我哋反應係唔同嘅喎，就話可以考慮。點解佢質疑啲官員出到嚟嗰個態度係咁硬嘅？係話最後既定方案咧，即係話啲官員喺立法會裏邊一個嘴臉同啲議員，另外出到嚟咧就放風。就話既定方案，最好笑就話我哋舊年去拜訪消防局、環保局，完全係冇相關資料嘅。佢就話冇相關資料嘅，甚至乎消防局話我唔講名啦。佢嗰時話要做過先知過唔過關。而家嗰啲官員就話啦，我會事後補鑊，會請人幫我官方做個環評報告、消防報告。喂，你已經冇晒公信力噶咯，你已經有既定立場方案咯，你做出嚟仲會唔會有人信你啊？我好希望
李小姐，我再講埋先啊。你嘅觀點可以講，但係首先要懂得尊重他人。如果連咁樣嘅起碼禮貌都冇嘅狀況之下，人家點聽你嘅意見呢？我講晒先好唔好啊？因為你一系列嘅詞語都係對有啲人士進行不斷嘅攻擊，係無助於解決問題嘅。儘管你冇講名，儘管你冇講名，我冇攻擊到，我講事實，我全部我講事實。咁所以我哋覺得客觀咁樣討論。我講係事實，全部我都想你客觀聽聽事實。嗱，我想好啦，阿李小姐講埋一個問題啦嚇。講埋問題啊。嗱。我相信星藝門、小潭山就作為輕軌嘅路線，真正嘅決策並唔係次級。我亦都聽過歐文龍講600萬以上真正嘅決策權簽名嘅係特首，所以我好希望阿崔特首，你聽聽民意，唔好將澳門人嘅感情撕裂。我亦都好希望阿胡總，阿胡主席，聽一聽究竟澳門嘅居民點解咁多民怨？你所親自所擔任證書嘅特首、司長。點樣對待我哋嘅居民？雖然我講嘅嘢係比較尖銳啲，唔啱聽，咁請你哋各位冇見過啊？好啦嚇，好啊，多謝李小姐嘅電話啦嚇。一個人最大嘅悲哀，不斷咁樣引發其他嘅產生對抗情緒而不自覺。我覺得喺討論過程裏邊，起碼有對他人一個基本嘅尊重。不斷嘅濫用形容詞係無助於解決問題。不過正如頭先有位聽眾陳生所講，有時可能一啲嘅批評嘅時候都希望係實在啲啦嚇。咁當然啦係阿李小姐自己話尖鋭啲，咁可能就係因為涉及到自身嘅問題嘅時候，用詞係會尖鋭都係有咁嘅可能嘅。有種種原因冇出席到，你就話佢係縮頭烏龜，咁點樣能夠喺呢方面獲得一個尊重呢？咁所以魯迅先生曾經講過。恐嚇和辱罵絕對不是戰鬥。喺今天嚟講，我哋一定要考慮到我哋整體社會嘅利益最大化。當然呢，某啲嘅個別利益唔能夠損害。如果某個別利益受到損害嘅，你通過法庭去索償呢。咁所以權利同埋利益嘅平衡係我哋嘅社會現在最需要考慮嘅。如果唔係，我哋嘅民粹主義繼續抬頭。我哋好多嘢係好難發展落去。不過可能有啲官員已經係喺面對一啲公眾嘅時候咧，係要越嚟越多噶啦，要識得點樣去面對。對方嘅情緒一定咧係可能會激動啲。咁呢啲咧你又要習慣，又要去面對嘅。咁但係邏輯性咧，即係個退休一定要好。你既然話咗最終方案，何來事後再諮詢？我相信而家既然大家都話最終方案喺具體嗰個工程嗰方面嘅情況，應該話多啲都係俾大家溝通，同埋多啲發佈信息，等大家。因為如果你而家大家都你執持一方，佢執持一方，而冇一啲更多嘅具體嘅數據或者實際嘅施工情況俾我哋其他市民睇到，因為我哋其他嘅市民都係社會嘅一份子啊。咁而我哋聽嚟聽去都係兩方面嘅意見，但係就冇一啲實際嘅數據同埋具體嘅我哋分析嘅時候，我點樣可以作出一個比較係理性啲，或者一個係話平常心去睇呢樣嘢咧？咁樣窄路行輕軌所引發嘅危機，現在只不過係第一波，其他經過嘅街道嘅街坊都係靜觀其變，睇緊呢個問題。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如果係最終方案而產生個社會嚴重對抗同埋撕裂，係影響整個社會嘅經濟穩定嘅話，咁呢個責任誰來孭呢？咁所以好多問題，我都覺得喺現階段最佳嘅方案仍然有條件嘅先做，其他嘅爭議暫時擱置一下，再用語言嚟到傷害對方，我覺得現在係無濟於事嘅。好啦，繼續有黃生嘅電話，早晨。